您吧，请讲。王子名文小姐，她是何年何月何日生？木兰真是王子名，自称八字不比一字王子是今年19好天成，正月初日迎日生，人儿手中本坐龙，本小姐算命灵，风铃。是我心爱人，可怜我有我不能表弟。在
四娘忠心记王子，他从宝剑撕下逃出去，光阴流水永无故，业绩过去有业绩，王子上任到10几岁，看月飘来看地。我是从命里算出来的。那公子叫什么名字？公子的芳名叫义礼。正所谓天下一人我不散，正从山中分两头，想呀明年春来自己别重逢。那王子爬马飞上去，公子是红军返归来，容易到成天。那王子他是满心欢喜来访求，哪知道今日一句人不见，以为想去做王爷。王子叫上人工去，东话我说两子人，那是夜里的琉璃再要相爱是不能够。早知道皇上便是谋反人，一重的变做两重的。王子叫上在手破，那接着做饭捏头手，在隆隆风怒后，一番地不归人手。王子两眼看不见，怎么他的眼睛瞎了？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你的眼睛怎么会瞎的？我知道。那公子你，那公子才挖起漂
旁。王子他不过重返旧王宫，三面桃花心悲伤，这今依然宫门望，到夜里独上相思梦，一觉醒来忽然因为蓝雨早回长，他在于一阙古今悲往事，只落得今生凄凄相的方。于是他叫张开把离不出，红尘路上无阻挡，看尽把那悲苦他为着令公子骄傲是他为不为找到公子？他为不为死？他没有死，他找到了公子。什么？他找到了公子？那王子他是天希望，白希望，真希望找到公子可人上，才知道相见却是不相识。